新竹县新丰分所场昨暗6点外传出火灾，因为风正透，现场火势愈烧愈旺，面积达到3600平。这消防人员是透明拍火，火势已经控制落来啊。不过这烧本所的臭味，因为这吹东北风的关系呢，连新竹市苗栗拢闻会到。对天顶看落去，火烧的面积真惊人。新竹县新丰分所场拜四暗传出火烧。消防人员赶紧到现场拍火，经过一暝，目前火已经拍花。消防人员唔敢大意，继续在现场抓水，就惊火势又搁吊起来。那目前呢，我们现场火势大概明火的部分都已经完全熄灭，只剩下大概1200平方公尺的闷烧面积。那我们目前还是持续在做灌救。住在附近的民众讲，昨暝准备要困的时阵，一直闻到臭味，实在挡袂牢。阮住伫遮尔，味拢会闻到，伫迄边冲啊，这边过来，哪挡会牢？毋那附近民众因为大面积火烧，加上透东北风，就连住在新竹市以及苗栗的民众，拢闻会到臭味。环保局把赶紧派人监测空气品质。足臭的味。敢若迄塑胶烧去，还是讲有物件烧去，迄种足臭的味，闻到吼鼻足无爽快。是环保局接获讯息，立即监控本市空气品质状况，并以大气风场模拟空气品质恶化可能影响范围。模拟结果包含本市的各地区皆为受影响范围，是会持续监测风向的变化跟空气品质的状况。经过消防局初步判断，着火原因是粪扫场沼气所引起。环保局把提醒民众，这几天可能也有歹味，呼吁民众厝内门窗尽量关好，建议出门嘛要挂喙掩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